到躬，再躬，三躬，滚到躬，再躬，三躬。我们现在恭请前人给我们慈悲，那你也将香哦，帮我们先慈悲。恭请前人慈悲，前到躬，滚到躬。前人好。大家好，请坐下。请坐下。各位点燃书大德，还有各位同修贤贤大德，大家早安。前人早安。看到各位非常的快乐，也感受到我们同修好学的精神。不管是我们今天的年龄多或少，唔管讲老还是少年，有想要来学，拢是好的。所以互学时常讲一句，咱细细人讲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无到老，学到老，学有止境。尤其呢，这个性欲情怀，搁叫读好了。互学讲一句讲，过去人老人嘛安尼讲千学万学，就是要学做真人。听过迄股票，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，安尼知影？千教万教，教人真心。千教万教，要教人真心。所以一句互学感觉讲有够好。咱今日是要学啥？要学做真人。真人嘛是圣人，嘛是菩萨。所以今仔日讲，咱人生这个世间，人讲要学做真人，嘛就爱学真正的。什么叫做真正？咱大家拢有得到，大家拢知影。真人就是咱的祖先。所以xuất显即为道，咱中文来讲嘛天即为显，xuất显即为道，修道即为道。所以因此，咱今日就是讲，千学万学，要学做一个真人，真正的我，真正的人。咱当然这内底含义足深。所以今日咱大家修道，要学做真人，还是要学做假人？请问各位同修贤贤，要学做真人，要学做假人？真人啊，大家拢知影。我嘛是讲，我要学做真人，但是有当时伫咱人生为人处事的时阵，有当时认真的。认真的，所以要学做真人，很简单。所以咱要学，是要学安尼。就亲像咱原著甲咱讲的，学问之道有他，由其放心之意。要学，人讲毋捌爱学，毋知爱问，安尼就学问嘛。学
学甲问的道理是要学啥，要问啥，历史甲咱直接讲甲足清楚，就是要互咱找究咱芳伫的心，搁找到倒来尔。求其放心是意，放心毋是讲，咱一般人放心啦，毋是迄种话。原主在讲这个放心，是咱芳伫的真心，叫芳去啦，搁找到倒来，求倒倒来安尼尔。咱迄个真心啊，求倒倒来，咱嘛是真心的吼，对无？咱就是真心。所以因此要学是要学做真心。真情也就是实在的啦，实在的，变做实在。今日咱来做一个比较过去的新鲜，像讲咱中国古代啦，这个方式讲的是做些什么真人啦什么太乙真人，什么真人，做些真人嘛真人仙为什么人会成真人？因为伊把这个假已经看开了，把命哩，把一切的种种都看开，所以有真人，真人就是死啊！像咱咧讲，这个丰收讲的李老师有无？李老师本来伊也有迄个足摆的性地，还佫有迄个要叫人收下冤家的迄个心，但是到尾互老爸，互因老爸要来杀，到尾骗爸骗母，骗父骗爸，这咱大家拢捌听着啦骗爸骗母，为什么来骗爸骗母？因为咱的陪爸是被老母互咱，所以父母老母的陪，成咱一个陪甲爸。咱老爸情是成咱的陪，所以咱讲君粹的心，所以父亲母贤，结成成夫，为了报答爸母的恩，我爸兄母刻骨铭心，安尼安尼已经爸母已经无去了，但是呢，到尾因师从伊的灵，甲带去到迄个仙山，搁甲伊用莲花化身，莲花化身伊就无遮物件，所以若是伊就方式讲看卖，死足济，咱啥无死，十个无死，咱就是讲啦，毋是真人，就是真传老师莲花化身。所以因为安尼，咱大家爱知影，咱今日为什么在我咱身上做到真人，就是有足济以为，也有足济假，伫咱的内底，所以咱这假袂当去掉，袂当去掉所以因此，咱今仔日学是来学啦学了咱就嘛爱教人对无？像各位同修这个，咱就有讲不人听无？有无？有嘛有就是咧教人对无？要教人安怎？教就是讲千教万教，教人真心，要教人用真的心，安尼真心，这嘛就是真理。因为咱一切拢真，所以过去咱房间的书记，常来讲这个《金刚经》来讲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切一真，这个因若真，一切拢真。但为什么来讲一真一切真？请问各位，有真无？有真无？有啦所以中庸嘛是中就是因，就是道，真。但是呢，真了后一切拢真，是为什么来讲一真一切真？所以都是至高无上，故名原因，故名就是因。所以这个因是真，因若无真，就拢卡起来，若卡起，迄就拢坏。所以一真
个组合真正会当找到咱本来固有的咱的自性真心，要安怎来经营？找到真心就是用，真行就是用，真正要来做，真正来做。尤其咱今仔日各位拢会当接受天文数量，会当呢来在这个时阵，上天老母慈悲来开普渡，互咱大家拢会当来得闻这个圣意真传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。但是因为咱这个因缘，这阵得到，毋是讲干我得到就好，我得到就好啦。这个我得到了后，爱做啥？爱去把这个遮尔好的道来普传。咱这个使命要过去无共，过去的历代上师祖师，咱拢是人听来讲，道不传有理，道不传过6个年，6个年就3个啦，这个2个嘛吼，无迄个讲1个保持1个，甲3个人保持3个，无安尼啦吼，1个人2个年啊，甲道不传有理，有传过3个人嘛吼，2个人4个年啊，所以有传过3个。所以因为过去大道无可传，所以今仔日咱大家在这个时阵，上天老母特别的开恩，互咱会当因为得到，因为得到有因义哦，对无吼？得到因，收到因义无？收到嘛因义啊！咱后面去选咧去庙里啦吼，咱拢会当在家庭照顾咱的家庭，照顾咱的父母，照顾咱的祖母，对无？所以咱得到嘛因义，收到嘛因义，收到有因义无？收到嘛因义啊！哦，收到因义啊！你若收到，收到遐尔困难，偌艰苦，偌危难，无呀！咱若真修，就按照道规矩去做，也毋通起事别做，也毋通不遵守中道，也毋通去重犯轻性，毋通做毋对的代志，其实足简单，对。若无咱即摆来说比喻啦吼，咱讲去看别人吼，咱大家人都是人，咱的大家人咱大家捌嘛吼，毋捌大家人的业数，毋捌大家人，咱大家人拢无人业数，表示大家捌吼。咱大家人有修道无？修大仙呢，毋是仙尔，所以因为咱即处。在家得道，在家修道，在家成道，可以将功补欠，将咱的功德来补咱的冤欠。安尼话，可以牵车带主，会当付诸东堂，夫妇同居，你也想，佫会当即世修，即世成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。看是变化会，要别人知道。所以因为咱今日该知影讲，咱今日为什么这个因缘只有是拄着咱这上课用第一明理，明白道理。因为咱若明白道理，咱修道就袂轻困，就袂害怕，所以如果是安尼啦学校安尼看法咧真内底嘛足侪比方较济，对个，足侪比方较济，足有共义。因为安怎讲，佫遮济话，80外岁话，80、90岁人，佫有要来遮听，要来遮研究，这好学。这个好学，为什么伊要好学？因为有好学，道念搭袂起，无人会会安尼。
用这个巴体吼，安尼传入去，上常学学啦吼，即是讲学学的代志。常学学叫遐青少年吼，遐这个人才学习遐昨5:20个时钟，安尼啦。我5:就准备好去啊，等候。等到5:20才到会醒我。到5:10吼，火场降低，要皮拖，皮拖要怎？到位。阮讲啦吼，讲你听讲我头去讲是，既然怎讲，身体袂做主，对无？身体袂做主，所以咱政府伊当心，咱会当来伫遮，咱阿个身体咧家己会做主，这偌幸福呢，偌幸福呢，偌可贵呢，所以咱来把握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嘛感觉讲，人生无常，20分钟我就交伊个量，若迄阵10分钟个伊个量，若好行，好火场降低皮拖，安尼就过去啊。所以这是第二日，咱大家非常的幸运，有这个机会来学啊。当然，咱学能力了后，咱要将咱即摆所学的，搁来分享，互咱大家道亲，互咱大家同修，会当呢，大家更加明理，更加清晰。尤其在这个时阵呢，需要给咱大家，需要咱大家共同来努力。第一方面，度化众生，因为今仔日老母娘把这个天道普传是要来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，咱若无去度化，咱对不起老母娘，对不起老母，因为老母的意志就是要互咱。今仔日天道这个咱简单，这个咱简单修，这个咱简单行，叫咱搁过来度化众生，是足可惜。无采今仔日，咱心里嘛不知了，所以中就是互咱知影道的殊胜宝贵，用就是要互咱用，所以下底迄是用，下底是用，这个道理你也会晓用。你若袂晓用，咱就无路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本的咱会晓用，越晓用，就是把咱所得、把咱所听，经过咱的思维，搁再省思，安尼咱自然的，咱的这个，咱的智慧，给咱大家讲了后，伊有能力，名义会晓来信，会当靠着这个路。改到这个世事，将来成就圣贤贤福。但是呢，咱今日必须大家爱会当安怎？最主要就是讲，咱今仔日，咱要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将咱的自信去下伫这个最特殊的所在。所以，咱甲讲在咱大学讲民望红领，志无求求就是啥？就是至善之地。求咱知影，民望红领志无求，志伫迄个求，迄个非常安稳的所在。所以咱这个过去咱的圣人才来讲，知止是何有定？知止爱知影止，要止偌对，迄就是咱自信。止就是定的工具，不偏不倚，不动不动。知止是何有定？你有定着啦，若有定着，心定，心嘛定，心定性就安。所以知止是有定，定是令安，安是令无，无是令定。所以过去圣人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即摆叫咱所得的道理，
无偏差，无违背，所以咱今日要学的，就是要学过去圣人所甲咱讲的，咱今日是学圣经啦，咱圣人的经书啊，咱仿圣人大较重要。若是学金光顶是也是讲其他顶是一个咱佛教世尊因留落来的经典，咱今日学的，我迄种圣经毋是基督教的圣经的啊，毋是天主教的圣经啊，其实讲起来啦五教圣人所讲的，拢相同，拢相同，无法甲归纳。五教圣人在讲的，拢无离开心啊性啊因，都无离开。只有是因为功夫，虽然各个语言分支无同，但是各个迄个目标拢一致。咱时常道教甲咱讲，心心连心，抛还心印，要修一个心，我甲我讲，千道万道，道是真心，对无？真心。咱一切啊，用真心来做，哪有迄个迷信？只惊咱在修学道的当中，咱甲想要出一致，因为这个真心了，咱拢无真心修，拢用假心来修。安尼啦用假心来修，安尼咱就无真心安尼啊。所以因此，甲咱讲修心练性是爱练，性无练就像伊嘛。无练会顺，因必练，才会顺因。咱的性嘛爱因果必练，才会顺。咱的性才会顺。为什么要来练？因为伊是咱的性本来富有的仁义礼智信五项之德拢已经内底。毋过，就出世了后，是皮肤不白。所以因此因为爱练，比如讲啦这毋是讲白讲白人，说今仔日啦就路边挂一块黄金皮啦，你这黄金一斤啦一斤过来10万啦过来8万啦一斤，看到我这抽的，会啦安尼我有贪的。有通咧，到时咧，那较轻，若是讲这两个衫袂较起来，咱胖伊咧，起来到手安尼有无要紧咧？若无你较轻转来讲，这个太便宜咧，太好嘢咧，所以安尼要有通，所以原来是真正，咱要练修心练性，要练这个是练咱的贪、痴。练咱的这个无知、无明、邪迷、妄想，这是太济，咱太济修，所以因此呢，修心练性，抛原心，抛原咱原有的物件，本来咱有的，毋是外口来，所以今日讲道到是外口来，道是咱本身就有的。是咱因为毋知影我身躯有道，也无经过名师甲咱指点，甲咱开迄个天关窍，咱迄个窍无开，咱要回天迄条路无路安尼。所以因此我圣人讲的拢是啥呢？佛法时间就到啊，我本来讲要甲你，就安尼大家说参考一下啦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讲到这好啦后壁有讲书，要甲咱大家做互相研究，希望咱大家今日所学的真正学的，我毋是叫你去坐禅毋通去坐禅，去坐禅无路用，你坐禅就用歪空去，会晓歪空去，毋通坐禅，就是啥？就是只有你内心无遐歹的物件，安尼就好，恢复你本来，恢复你的本来。是譬如讲，像迄个囡仔出世，
心，就是咱的本来面目嘛，本来的面目啊，所以咱就会当安尼咱就已经恢复咱的自性，自然咱就成道。所以希望咱今仔日这个重要，这个讲述，咱自己希望咱大家都会当接受先小咱关于什么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先生的群道之功，君道之功。感谢先生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算是咱今现在这中庸爱讲分情的第5章啦，第5章咱请到这刘家信讲师那么这刘家信讲师呢，伊对这道理嘛非常的好讲啦